比特犬连续加上民众的事件嘛引起社会关心。来看高雄的比特犬计共是502只，数量是全国上济。有高雄市议员就建议讲，主人应该爱先去上课。动保处是表示讲，目前是用鼓励方式，有安排线顶甲实体课程，互民众来上课。 用漫画的方式将市町部的相关知识做成影片，放入网络，给民众学习。高雄市动保处的网站顶端拢有提供相关的课程，因为进前比特犬家人的代志，和各界开始注重饲主的教育。高雄市的比特犬502只，全国上济。有议员建议，唔拿比特犬，包括青岛丁在内，要饲危险动物的人，应该爱先上过这任教育课程才会当饲。我们可以再把它的一个数量再提升。 让更多市民可以接触到这相关的一个知识。其实现在是说，这个线上或实体教育课程，把它变成一个前置的条件。就是说，饲主要领养以及购买的条件之一，是他必须要完成这些课程。就像我们要驾驶车辆，我们要考驾照的类似这样的概念。动保处表示，目前高雄的饲主教育课程是鼓励性质的，112年拢总办过77场课程，有6251人次参加。113年将课程甲活动结合，办71场到5万外人来参与。由此可见，若是干那用上课的方式，无强制手段，可能效果有限。针对敢爱强制上教育课程，民众有看法。如果会让大家都安心的话，是可以强制的。 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强制性是让其他人安心啊，倒不是对什么有用这样。多像相关的课程啊，这些内容的部分，我觉得它没有，因为它没有强制性，那它其实相对来讲只是柔性劝导没有法则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在以目前现况的法规下，它其实很难对。 从源头饲主这一端去做任何相关有效的管理啊。动保处表示，针对议员的建议，因会来研究改进。另外，进前因有发文和高雄市502只比特犬的饲主，要求因爱遵守相关的规定，避免造成意外甲受罚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